明報社評，明報社評，黑客入侵港交所網站，港金融安全響起警號，港交所披露型網站懷疑被黑客入侵干擾，港交所要求7間上市公司停牌。此時使人關注港交所電腦系統的安全性，其應對事態的做法亦受到質疑。黑客入侵港交所或網站，據港交所總裁李兆嘉表示，今次並非首例。我們認為政府不能再讓港交所自行處理，必須介入，從全面角度檢視事態。因為今次被黑客入侵的披露型網站公佈可以輕易登入，並非核心關鍵系統交易系統。但是黑客既然貿然港交所的個網站，誰敢保證交易系統可以免疫？所以政府有責任緊密監督，使得全港金融基建硬體建設完善，軟件建設可靠，以確保港交所提供的是一個安全可信的交易平台。今次被要求停牌的公司包括匯控、港交所、國泰、大新銀行、大新金融、中國電力及華潤美電子。他們昨日都有公佈業績、出售業務等股價敏感消息公佈，被迫停牌，對昨日大市交易影響難以估計。單就匯控、港交所和國泰3隻大藍籌股票而言，佔恒生指數權重約8%。特別是股市經過連日暴跌，昨日顯著反彈，一買一賣都可能涉及巨大利益，不買不賣，大家公平的説辭不能使人信服。另外，與7間公司有關的牛熊證、窩輪等約400種衍生產品同時停牌，市場動盪1分鐘都嫌太長。這類衍生產品風險極高，短炒投資者多以即日線操作，不會持太過夜。現在他們被迫擔冒風險，對停牌多數不滿，可以理解。政府一直推動本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，中央政府從人民幣走出去，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戰略部署出發。香港這國際金融中心確實可以，也應該善加利用，但是歷來中央對於金融安全都放在首位。今次黑客事件所暴露問題，說明香港金融安全未能使人絕對放心。香港金融安全絕非資訊科技部門甚或港交所的事，而是特區政府的責任。由黑客入侵導致停牌，不能肯定說港交所的電腦系統、網站設計以至管理、運作等都有問題，但事態同時說明，不能排除期間存在問題和漏洞，所以特區政府介入，給港交所作全面體驗，使之完善，不但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令譽所必須，也是使中央放心讓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所必須。今次黑客入侵事件，特區政府若處理嚴慎得當，會大大增強中央對香港金融安全的信心。